住在台北天母的美玲阿姨今年已经74岁了。原本这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早晨，温暖的阳光洒进她整洁的厨房，她正像往常一样熟练地准备住那份她正缺了整整20年的晨间仪式。对于美玲阿姨来说，这份早餐不仅是填饱肚子，更是她引以为傲的养生秘诀。她一直深信每天早起吃2颗热腾腾的水煮蛋，就是她能在社区活动中保持活力、气色红润的唯一秘方。然而，命运就在那个周二的早晨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美玲阿姨才刚吃完蛋，原本打算去公园跳土风舞，胸口却突然传来一阵莫名的闷痛与紧缩感。起初，她以为只是消化不良，但随住疼加剧，这场轻微的不适迅速引进了惊心动魄的医疗危机。在荣总急诊室那充满消毒水味的诊间里，心脏内科医师看出各项检验数据，对住躺在病床上一脸惊魂未定的美玲阿姨说了一句让她终生难忘的话。美玲阿姨说了一句让她终身委屈，在于这战士完全搞错了。医师那句语重心长的叮咛，瞬间揭开了一个常年被广大银发族所忽视甚至误解的饮食禁区世界。这些细小的错误习惯，其实正是全台成千上万长辈每天都在重复进行的健康地雷。为了守护更多家庭的长辈，我们必须彻底剖析这份针对60岁以上长者整理出的7个最危险吃蛋习惯。这些地雷会根据对身体的破坏程度进行排序，其中特别是第4个地雷，如果你继续这种错误的搭配，你的细血直接翻倍，时间会直接翻倍。为了您与家人的健康，请务必摒除过去的成见，细心理解每一个藏在细节里的魔鬼，因为彻底避开这些陷阱，就是保护心脏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式。营养学界公认鸡蛋是自然界赐予的近乎完美的营养宝库，它富含了修复组织所需的优质蛋白质、维持骨质的维生素 D 以及保护大脑神经的胆碱。然而，我们必须正视一个残酷的生理事实：人类在跨过60岁这个分水岭后，身体的代谢与防御机能会发生天崩地裂般的变化，肠胃消化液分泌会显著减少，导致消化变慢，血管壁的弹性会因为自然老化逐渐硬的是人体的免疫系统防线会开始变得脆弱不堪。在这样脆弱的生理背景下，那些您年轻时能轻松代谢或抵抗的饮食习惯，现在可能在黑暗中悄悄转化为威胁生命的毒刃。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核心共识：致命的危险绝非来自鸡蛋这份食材本身，而是在于您如何烹煮它、什么时间吃它，以及您在餐盘上让它与哪些致命的同伴待在一起。这些错误的选择会彻底改变身体对营养的反应方式。让我们先从第一个最普遍却也极其危险的地雷谈起：使用未煮熟或蛋黄流动的溏心蛋。多年来，许多台湾长辈对那种半生熟、口感滑顺的蛋黄情有独钟。那种浓郁的滋味，配上热腾腾的白饭，往往承载住一份吃早餐的怀旧情怀。但在现代老年医学看来，这对于免疫力低下的长辈来说，无疑是在玩一场危险的赌博。未完全煮熟的鸡蛋是沙门氏菌 Salmonella Enteritidis 最完美的栖息地。这种细菌极其顽强，即便在轻微的加热过程中，只要中心温度没有达标，它就能继续存活并快速繁殖。虽然对于免疫力强健的年轻人来说，感染沙门氏菌顶多只是几天的上吐下泻或肚子痛，很快就能康复止痛。但对于肠道屏障已经退化、胃黏膜变薄的银发族来说，沙门氏菌会长驱直入进入血液循环，引发严重的全身性感染、剧烈呕吐导致的脱水，甚至引发败血症而必须住院治疗。根据临床统计，在银发族因为食物中毒而入院的案例中，竟有将近1/6与为煮熟鸡蛋有直接关联。特别是70岁过后，人体原本能杀灭细菌的胃酸浓度会大幅下降，这意味着原本的防御大门已经敞开。那颗你以为美味的流动蛋黄其实是细菌入侵心脏与大脑的特洛伊木马，因此，为了您的生命安全，请务必坚持将鸡蛋煮到全熟，蛋白必须凝固，
蛋黄必须变硬。无论是做成全熟水煮蛋，还是菜脯蛋，还是彻底翻炒的散蛋，内部温度都必须达到160度 F 约71度 C 以上。请记住，这不是过度恐慌，而是必要的自我保护。因为细菌繁殖的速度远比您慢条斯理吃完早餐的速度还要快。紧接着是第二个隐形地雷，忽视鸡蛋的保存期限与存放细节。许多常辈总觉得蛋壳看起来厚实完整，放个1个月应该都没问题。尤其是经历过物资匮乏时代的常辈，秉持住勤俭持家的精神，即便看到蛋盒上的日期过期了，只要闻起来没臭味，就舍得丢掉。但这种节俭在食安面前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鸡蛋的变质往往是肉眼看不见的。随着存放时间拉长，鸡蛋壳表面的天然保护涂层会逐渐消失，蛋壳会变得多孔，环境中的各种致病菌会透过微细孔隙渗入蛋液内部，同时蛋白会失去蛋性，蛋黄膜也会变弱，增加污染风险。网络上常听到的浮力测试其实并非100%准确，即便是一颗沉在水底的蛋，内部也可能已经形成了无数细菌菌落。对常被脆弱的消化系统而言，摄取这类鸡蛋可能导致数日的极度疲劳、恶心与肠道菌群长吸食横舞。建议购买食物必选择标示清楚的洗选蛋，并将它们储存在冰箱内部的冷藏室，绝对不要放在门边的蛋架上。冰箱门是整台设备温度变动最剧烈的地方，频繁开关门产生的热冲击是细菌生长最理想的环境。为了您的肠胃健康，请维持每3到4周就更换新鲜鸡蛋的习惯，无论其外观看起来多么完美。第三个需要高度警惕的错误是摄取过量的蛋黄。蛋黄虽然是鸡蛋营养最集中的部分，但对于银发族而言，它也是胆固醇的重灾区。一颗大型蛋黄含有高达185毫克的胆固醇，这已经占了常辈每日建议摄取量的1半以上。虽然是量食用对健康人无碍，但对于65岁以上、代谢机能已经明显退化，或是本身就有高血压、糖尿病及心血管病史的长辈来说，每天吃超过1颗全蛋，极有可能导致血液中的坏胆固醇浓度飙升。随着年龄增长，肝脏清除血脂的效率会逐年下降，就像老旧的滤水器无法负荷过多杂质一样。哈佛医学院的长期追踪研究明确指出，每天食用3颗以上全蛋的长辈，其心血管疾病风险会显著增加20%以上，增加20%。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蛋白质，而在于老化硬化的动脉壁已经无法承受蛋黄胆固醇与饱和脂肪的长期冲击。因此，专业医师通常建议常辈采取黄金平衡法，每天最多只吃1颗完整的全蛋。如果需要更多蛋白质补充，请额外摄取蛋白。理想的摄取比例是1颗蛋黄搭配2份蛋白，这样既能摄取到丰富的维生素与香味，又能大幅减轻血管负担。虽然蛋黄中的胆碱对预防失智症非常重要，但我们的策略应是适量而非禁绝。特别是对于有记忆力衰退疑虑的常辈，吃蛋食物必搭配高纤维的蔬菜，利用膳食纤维来抑制肠道对胆固醇的过度吸收。第4个地雷也是最致命、最让医师担忧的，鸡蛋与加工肉品的危险搭配。这正是美玲阿姨差点送命的关键转折点。她以前每天吃蛋时，一定会配上几片培根或是2条台式香肠，再加上涂满酥油的厚片吐司。这种搭配在营养医学上被称为致命组合。问题不在鸡蛋本身，而在于鸡蛋与加工肉品中高浓度的饱和脂肪与钠盐产生的恶性协同反应。这种组合会让血液瞬间变得粘稠，并大量释放发炎指标，加速动脉粥状硬化。
美国心脏协会的权威报告指出，规律食用鸡蛋配培根或香肠的长辈，其发生急性心肌梗塞的几率是单纯吃蛋配蔬菜者的2倍，蔬菜者的2倍。这背后的生化反应非常惊人。当在黄疸固醇遇到肉类中的化学添加物时，肠道均会代谢产生一种名为氧化三甲胺 （TMAO） 的毒素，这是目前医学公认导致血管硬化的头号杀手。想要活得健康长寿，请彻底将加工肉品从早餐清单中划出，改用新鲜的酪梨、炒菠菜或是优质的熏鲑鱼来搭配鸡蛋。这些天然食材富含钾、健康油脂与抗氧化物，能有效中和潜在风险，避免 TMAO 毒素在体内飙升。请永远记住，威胁您健康的往往不是餐盘上的鸡蛋，而是您让鸡蛋与哪些致命的同伴待在一起。第5个潜伏的杀手是使用了错误的膨调油。许多常被习惯使用传统的大豆油、玉米油，甚至是早已被证实不利健康的乳马林来煎蛋，因为他们习惯了数十年前的烹饪观念。然而，现代科学已经证实，当这些油脂加热超过烟点后，会立刻释放出大量的自由基，这些不稳定分子会攻击脆弱的细胞膜，加速人体器官的老化与发炎。更可怕的是，许多节俭的长辈会将油反复加热食用，这简直是在吞噬慢性毒药。医师建议，煎蛋或炒蛋应先选择物理冷压的特级初榨橄榄油、酪梨油或是草饲奶油 （Kin）， 它们在热环境下较为稳定，且具有天然的抗发炎功效。至于一般的固体奶油，虽然香气诱人，但天天食用会让老化的血管壁迅速变窄。此外，也要提醒长辈少用那种喷雾罐装的不粘锅喷油，其中的化学残留物对于呼吸道较敏感的老年人可能造成刺激。其实只需1小茶匙优质橄榄油，就能让鸡蛋的脂溶性营养更好地被吸收，并守护您的心脏健康。这些在厨房里的微小选择，随着岁月累积，将决定您晚年的生命品质。您选择的膨调油，要么成为修复血管的良药，要么成为塞满动脉的烂泥。第6个常被忽视的关键是摄取鸡蛋的时间点。许多银发族因为晚间胃口较小，常会简单煮颗蛋配稀饭当作宵夜，认为蛋白质能帮助睡眠。但事实上，晚间吃蛋其实是在干扰身体的休息节奏。鸡蛋的高营养密度会启动身体的产热代谢，导致体温略微上升，并降低大脑分泌褪黑激素的水平。对于本身睡眠品质就较差、褪黑激素分泌已经减少的长辈来说，这会导致入睡困难或浅眠一。相比之下，早晨才是鸡蛋发挥威力的最佳时机。鸡蛋中的氨基酸能为调节专注力的神经传导物质提供原料，让您一整天精神奕奕。早起吃蛋还能稳定一整天的胰岛素分泌，减少下午对零食的渴望。同一份营养，在晚上是睡眠干扰剂，在早上却是维持活力的强心针。特别是对于需要管理血糖或体重的长辈，更应该将蛋白质摄取集中在中午以前。研究显示，早上10点前吃蛋的长辈，其血糖控制率比晚上吃蛋的人好上20%。所以，请遵循白天吃蛋饱体力，晚上清淡饱睡眠的原则。最后一个错误是缺乏整体的营养平衡与食材搭配。许多常被吃的蛋非常单调，一颗水煮蛋撒点盐就匆忙解决一餐。但银发族的身体最忌讳单一营养的冲击，鸡蛋虽然强大，但它完全缺乏膳食纤维与某些关键的抗氧化物。长期单吃鸡蛋而不搭配蔬菜，会引发慢性便秘或营养不均。正确的吃法是为鸡蛋寻找色彩鲜艳的伙伴，搭配菠菜提供镁离子，
搭配番茄提供加红素，或是搭配燕麦摄取纤维。这种做法在营养学上称为协同餐点，让营养素之间相辅相成。例如，番茄中的维生素 C 能防止蛋黄中的脂肪酸在体内氧化，而纤维则能像扫把一样，在肠道内把多余的胆固醇给带走。健康的肠胃应将鸡蛋视为团队成员，而非单打独斗。此外，吃蛋时绝对不要配含糖饮料，像是受加糖红茶或果汁，这会让胰岛素飙升，促进脂肪堆积并引发能量崩溃。建议搭配白开水、绿茶或是温润的黑咖啡。在准备下锅前，鸡蛋的安全始于清洁卫生。有些长辈偏好在市场购买标榜天然的散装蛋，认为外壳上的脏污是天然的证明。但事实上，市售洗选蛋已经除去了大部分杂质，而未处理的蛋壳上常带有禽类排泄物中的沙门氏菌或李斯特菌。如果您在厨房处理这些鸡蛋后不洗手，很容易造成严重的交叉感染。为了安全，处理完鸡蛋后必用肥皂洗手，并绝对不要在盛装熟食的碗边敲开生蛋。这些微小的卫生习惯转变，就能将看不见的病菌威胁彻底隔绝。鸡蛋确实是上天赐予银发族最好的养生礼物，它能修复肌肉、保护视力，并增强大脑功能。我们的目标绝非妖魔化鸡蛋，而是要学会尊重这份食材。在迈向高龄的过程中，身体就像一台精密且敏感的仪器，太生、太油、太晚或是搭配不当，都会让这台仪器加速报废。您过去几十年或许可以随便吃，但现在每一个烹调温度与搭配都决定了您未来的健康轨迹。以下是我们为长辈整理的吃蛋安全蓝图。请只从信誉良好的管道购买新鲜冷藏的洗选蛋，回家后立刻存放于冷藏室内部。烹煮时坚持全熟原则，绝对不碰半生熟蛋黄，并选用稳定性高的特级初榨橄榄油。在摄取量上，建议每天限制在1个蛋黄以内，但可以额外添加蛋白来补充蛋白质。在搭配上，务必结合了大量蔬菜与全谷类，且尽量在中午12点以前食用完毕。请严格拒绝加工肉品、高钠配菜或含糖饮料。遵循这些原则，能让您的胆固醇保持平衡，消化顺畅，并将感染风险降到最低。细菌与胆固醇是决定生命长度的关键。常被常落入习惯的陷阱，但只要在厨房里稍微用心一点，多煮几分钟，油选好一点，搭配对一点，就能为健康赢得更多筹码。把每一颗鸡蛋都当作一份药方来对待，它能救人，也能伤人。关键在您那一双常厨的手。文初提到的美玲阿姨，在那次心脏惊魂记后，彻底改变了她的饮食方式。她不再吃半熟蛋，不再配香肠，也不再随意存放鸡蛋。现在她早上吃的是拌入橄榄油沙拉的全熟蛋白与1颗蛋黄，并搭配满满的酪梨。短短半年内，她的健检数据回到了正常范围，体力也比以前更充沛。当她回诊时，医师看住报告欣慰地说：“美玲阿姨，你不需要停止吃蛋，你只需要停止用错误的方式吃它好。”这就是故事的核心理念：健康不源于恐惧，而是源于精准的细节执行力。如果您也热爱鸡蛋，请不要放弃这份美味，请用更安全、更聪明的方式去享受它。避开这7大地雷，每一口鸡蛋都会成为您健康长寿的助力，而非阻碍。长寿的关键不仅在于
您吃了什么，更在于您如何聪明地摄取每一口营养。